有便秘應該係少食牛肉定係豬肉呢？有便秘啊，必須戒開3樣嘢。你食得越多嘅話，嗰啲便秘呢就越難改善噶啦。咁便秘之所以會有，係因為腸道唔通暢，毒素同埋垃圾堆積身體入邊。咁9成9嘅便秘呢，其實都冇需要過度去治療嘅。今日我分享個方法俾你，佢簡單又方便，成本先至幾蚊雞咋，人人都用得起嘅。無論你有冇便秘呢個問題啦，呢條視頻呢一定要認真嘅睇完啦。呢個係有便秘嘅人都喺度揾嘅好方法嚟噶。你錯過今次嘅話，下次呢就好難再揾到噶啦。咁好多人呢長期都有便秘嘅問題嘅，日日肚脹氣啦，唔舒服緊。要知道吓，便秘咧係一次輕2次重嘅，長期拖落去咧，直接就會影響壽命噶啦。咁有啲人咧，佢日日食香蕉啊，又飲酸奶，甚至又開塞露，嗰啲便秘咧依然係反反复复斷唔到尾嘅。便秘搞唔掂，根本原因就係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發出個信號啊，導致腸道冇通，毒素垃圾一直堆積喺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嘅話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，甚至啊直接影響我哋壽命噶。所以話大家咧千祈唔好簡單咁，就係識得食咩藥啦。嗰啲方法只係一個暫時緩解嘅手段，冇能夠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呢個便秘問題嘅，係治標唔治本噶。嗰啲話可以快速幫你通便又斷你尾嘅咧，全部都係智商稅嚟嘅。今日咧我分享個方法俾你，係我哋當地啊，因為做咗50年嘅老中醫教俾我嘅，佢幫人咧調理嗰啲便秘好多年噶啦，從來冇人俾佢差評啊。咁好多人調理好之後咧，都翻轉頭去多謝佢。咁無論係便秘引發嘅肚脹氣啊、屙屁又多又臭啊、面上生斑嘅，無論係20、30啊、40、50啊，定係70、80啦，無論係便秘2年、5年，甚至10年、8年，你用呢個方法咧，你連續用幾日就見效噶啦。你堅持用一段時間，就可以將呢個便秘問題改善得明明白白噶。咁呢個咧就係有便秘嘅人都喺度揾嘅火萬人通暢茶啦。佢原材料有火萬人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10幾種嘅草本啊。佢真材實料有保證嘅，你唔需要多買3包就夠噶啦。因為佢見效快啊，簡單又方便噶。你每日就拎1袋出嚟，用滾水沖5分鐘，你就可以飲噶啦。咁情況嚴重嘅話，就1日沖1次；唔係好嚴重咧，就2、3日沖1次，每日就飲1杯。便秘嘅問題咧，就會一日比一日改善噶啦。第二日起身，你肯定會有驚喜噶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點擊個視頻左下角鏈接去落單啦。我同商家咧生產咗專屬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名額就冇得幾多。你買翻去之後咧，就堅持去飲。如果冇好使嘅話，效果又冇明顯嘅咧，直接將錢退翻俾你嘅產品，你可以直接留低，完全冇後顧之憂噶。希望咧能夠幫到大家啦。